大家好，我係吳立希，我係一個粵劇演員。今次咧好開心咧，能夠參與Mo Sir 呢一個製作啦，《阿西的跨啦啦救國夢》當中咧，我就係做小寶呢一個角色。我相信係同阿西咧係最接近啊，即係無論係年齡啊，或者可能喺思想上啊，都會有啲接近，係佢嘅一個小伙伴啦，可以咁講啦。咁亦都係陪住佢咧，喺個夢中啦，係去闖蕩啦，去即係所謂救國啊。咁其實喺現實生活中咧，都係會一路同佢一齊經歷當中嘅環境嘅。即係阿西其實佢開頭佢係一個女工啦，咁佢又好有一個救國嘅熱血啦，喺一個夢中嘅投射，如何令到阿西進入羊排風咧？其實就係小寶去叫佢，即係話：喂，而家國難當前冇辦法㗎啦，國家希望人人有責。咁佢就好似上咗身咁啦。咁呢一段咧，第一段阿西變羊排風之間嘅過程咧，就係小寶去陪伴住佢嘅。我開頭出嚟嘅時候咧，我以為係俾阿西係比較上身啲，但佢又唔係完全嘅粵劇喎。可能做到某一段嘅時候，我哋一見翻，哎呀，而家嘅情況點啊？阿西點啊嘅時候，又會變翻一種比較唔好咁戲曲式嘅演繹。我作為一個粵劇演員咧，其實就比較少接觸舞台劇。咁可能以前讀書嘅時候都有試過做啦。咁但係相對粵劇嚟講咧，都係比較陌生嘅。咁但係其實當中咧都係有好多相通嘅嘢啦。例如喺演戲上面對個角色嘅理解啦，可能我哋粵劇就比較多肢體上面嘅技巧，我哋叫身段，即係可能佢一個演員出場就已經有好多唔同嘅身段，佢嬲啊，佢開心啊，激動啊，都用唔同嘅身段去表達。咁但係舞台劇咧，佢就主要係一個對白啊，同埋一個演繹上面啊、情緒上面啊，係會有啲唔同咯。咁但係都喺當中都會學到好多唔同嘅經驗。其實今次咧，即係有呢個嘅 crossover 咧，我都覺得係好開心嘅，同埋好有即係新鮮感啦。因為我哋平時做粵劇咧，其實我哋嘅要練功、要練唱、要知道鑼鼓、音樂，好多嘅演繹上面咧，我哋都係有個規範喺度嘅，有佢粵劇嘅一個程式。咁但係舞台劇相對嚟講，佢對於嗰個人物嘅塑造啊、分析啊、點樣去講對白啊，佢又有另一個嘅訓練咯。咁其實呢個係我哋粵劇演員比較少啊，即係我哋叫做喺演技上嘅一種訓練。Mo Sir 喺排練之前咧，佢都係叫我哋去做一啲嘅，即係好似上堂咁啊，一啲嘅練習，例如一啲叫做 observation 啦，即係我哋去觀察個人，然之後為佢寫一個人物小傳。如何你觀察完佢之後，你覺得佢有咩特點咧？有咩性格咧？你可唔可以做翻嗰個人嘅性格出嚟？呢個已經係點樣幫助你去分析角色。我哋平時係比較少嘅，尤其是我哋粵劇，雖然有新戲，但係大部分時間都係做一啲舊嘅戲寶。做舊嘅戲寶嘅時候，好多時候都係依從住前人嘅做法。可能 Mo Sir 一個提點，佢又會有第二個演法嘅時候，咁令我哋諗得更加多咯。對於我哋日後自己粵劇嘅演出，我相信會有一啲唔同嘅變化喺裏面咯。我自己覺得就係，雖然我哋係一個粵劇演員，但係如果我哋有機會接觸一啲電影啊、電視啊或者話劇嘅時候，應該都要具備呢一種能力。更加要試到咧，係用翻兩樣嘢都有，又戲曲又有話劇。OK，好啊。今次參與 Mo Sir 嘅一個作品嘅時候，最重要就係你睇到佢每一次，有一個問題，佢又會點樣去改，點樣去再改良嘅時候，呢一啲嘅經驗係可以俾我哋擺翻喺粵劇裏邊咯。咁所以我相信我未來無論係演繹上面啦，或者有機會做自己嘅作品啊、編寫嘅時候，都會吸收翻佢呢一啲嘅經驗。